其中一套我好中意嘅漫談就係龍鳳鬥。龍鳳鬥。我成日喺我 channel 講咧，我如果港產片要揀愛情嘅嘢咧，我唔知點解我係會諗龍鳳鬥。哇！嗰個愛情 click 到你咯，即係嗰個愛情點 click 到你個 G 點啊！嗰段時間會唔會有少少係對於獎項其實係有少少想攞嘅？我諗，呢個唔係我最 focus， 我係如何做好嗰件事，如何做好嘅演出。會唔會失望咧？我當中都有試過嘅，有譬如提名10次，咁總有一兩，可能特別有一次，我覺得可能有啲機會，唔肯定，但係好似個機會率比較高啲啦。Hello， 大家好，我係 Sam 先生，歡迎你翻到嚟港產演講室第12集。今集好高興可以邀請到夜王嘅女主角 V 姐 Sammy， 謝秀文上到嚟。大家好。係好高興訪問到你啊！呢個我講少少啦，咁不如就我屋企咧，其實應該係有你幾隻碟嘅，但我應該未得閒喺我媽度拎翻出嚟俾你知。OK。我好中意獨家市場。多謝。係長身嗰隻。多謝。係啦，跟住裏邊愛士啊嗰隻碟。跟住有好多隻我都好中意，多謝有保留啊！有啊有 keep 啊，但係真係 arrange 唔到，諗住拎出嚟，不如俾 Sammy 簽下名。不過太忙啦，做唔到呢件事。只係話俾你聽，我係咯，之前好多隻碟我都有買。多謝，果然係細個睇到長大。唔係，我想問嘅係Sammy 你一開始點解會入行？即係嗰個契機係點？即係你係一心諗住，因為我知你係參加歌唱新秀係啊，咁你嘅過程其實我好細個就立志，即係想參加新秀，因為嗰陣時真係細個喺電視就睇妹姐佢哋比賽新秀，其實就好似種咗粒種子喺個心裏面，覺得若干年後我一到年齡，因為佢係15歲為最細嘅入場嘅年齡。咁我就同自己講，一到15歲，其實我都未到15歲，我就去報名。14歲幾，咁我就去報名。所以好似一早已經諗定呢樣嘢參加歌唱比賽。但係好得意，我諗定參加歌唱比賽，但係我就唔係一定要做歌手。不過就好想參加呢個歌唱比賽，試下咯。即係完全想表演，想睇下有冇個契機入行。我又唔係特登好想入行，只係想試下，覺得得啊！我知啦，點解令到我咁想14歲幾就參加？因為我抱住個心態，我年紀咁細，我有咩輸啫？輸咪輸咯，又唔覺得老，即係唔覺得尷尬，覺得自己年紀咁細，即係覺得有比賽就趁早去參加咗咯。咁其實係一個咁樣嘅心理狀態。咁可唔可以幻想你細個喺屋企嘅時候就係嗰啲披住個床單，攞住支咪唱歌嗰種，揸住個發，即係嗰啲梳啊，嗰個捲筒，就喺度扮咪咯。細個都好中意唱歌，因為同埋我有3個家姐，我哋4姊妹都好中意唱歌，時時喺屋企自己舉行啲即係家常嘅歌唱比賽。咁評判係邊位就係當然係我爸爸媽媽，就自己喺度玩咯。好有畫面啊！即係4個咧 feel 到，可能4個一齊輪住唱嗰種。係啊，我仲好記得細個會唱啲咩，你唔知出咗世未？樂園淚啦，淚流正為你，跟住又唱下Lisa 姐嘅歌啦。咁英文歌嗰陣時就會唱斯諾 PP 處處聞嗰啲我哋佢就用嗰隻歌去練聲咯，細個。咁真係喺個歌唱比賽度拎到個獎啦，季軍，簽咗唱片公司啦。會唔會有咩阻撓？定係爹哋媽咪都知你好中意呢行，咁你不如就做你中意嘅嘢啦。冇啊，因為我好一早表明，爸爸都知我性格，我好唔中意讀書，好唔中意讀書，好唔中意學校生活嘅，好早就已經好唔中意。咁爸爸都知道我個性格，同埋爸爸係比較開揚，佢即係雖然係中國人啦，咁但係佢個教法係比較開放式嘅，好西化，即係
OK，你中意做乜做啦，即係佢只會係 support 咯。所以我參加歌唱比賽係我爹哋幫我揀final 嘅歌嘅，即係一齊去揀下歌咯。咁我好慶幸有咁嘅爹哋嘅，因為佢好因材施教，即係唔會話你細佬哥就係要讀書。佢知道我唔中意讀書，點讀我都係不成才。咁倒不如做一啲我自己真正熱愛嘅嘢咯。同你想象中有冇唔同咧？即係呢一行，即係入咗嚟又唱歌。哇！我初入行相當唔習慣，相當其實都唔係特別開心，因為我唔覺得所有嘢都唔知唔識，同埋個人係一種好慌張、好驚青嘅狀態。咁明明其實我細個或者我成長嘅過程，我都係比較活潑噶嘛，都係同啲同學又好玩啊！咁但係入咗呢行，反而就個人就變咗驚青青，就唔係太過適應咯。或者喺街度想大聲講笑都，我係唔適應個生態，唔知話就見到啲大明星又好驚咁，見到啲化妝師又好驚，見到個鏡頭又好驚，乜都驚一輪。我諗就係對嗰種陌生而產生一種莫名嘅恐懼咯。咁但係到我開始熟習呢個環境，我知道大概作為一個歌手個工作係點嘅流程，就開始就唔驚嘅時候，就開始真係享受，同埋真係開始會慢慢諗點樣先可以做好呢個工種咧咁樣。你有冇諗過即係唱歌跟住好多人中意喎，跟住因為都銷量都好高噶嘛，即係你諗下我都儲咗4-5隻嘅時候。我仲要係好，即係都真係讀書嘅時候，即係儲錢買嘅。所以有冇諗過嗰個成功係嚟到嘅時候，你即係你開頭係中意唱歌，想唱歌嘅，但係嗰個成功係會唔會有啲接受唔到，或者會唔會同你或者俾到啲壓力你？會唔會？反而都冇乜話接受唔到個成功，因為所謂去到某一個成功位，都係我好覺得係一步一腳印咁樣慢慢行翻出嚟，即係唔係一支歌就即刻好紅，我都係一步步。嗰陣時其實一個指標最可以睇就係以前嗰啲歌星賀台慶有10排噶嘛，你永遠就19、8、7、6、5、4、3嘢，你逐年就往前褪一排咁。咁嗰個好似係自己事業嘅一個指標。企第6行嗰陣就我幾時先企第一行咧？咁到你真係開始有機會，好似企第一行嘅時候，就知道哇，好似更大嘅機會嚟緊，要自己更加好把握。你呢個把握就開始會更加去諗，我點樣先好能夠將自己做得更加好，令自己可以企得更加穩呢？即係當開始有呢個機會，唔好讓個機會嚟到你都自己做得唔好，咁開始就諗點樣先可以提升自己做得更加好呢？咁你呢個性格基本上係嗰陣時到而家都係咁。我覺得係，但係呢個又唔係，我中學又唔發現嘅，係真係開始個事業，開始覺得有更大機會嚟緊，同埋好似臨到啦個機會，咁就覺得真係要好好更加認真去面對點樣做好自己呢一個範圍咯，尤其是呢個命題如何做好自己，咁係啦，就直到依家啦，我時刻都同自己講，我點樣去做得更加好咧？自己維份喺自己嘅工作崗位，我嘅歌啊、唱歌、跳舞、演戲啊，點樣先可以做得更加好？就喺把握機會呢方面，你都好犀利啦！即係14歲已經諗住參加比賽啊嘛。都係㗎，都係㗎。咁去到即係電影啦，我哋個 channel 都係講電影。電影嘅契機又係點咧？即係嗰陣時俾人揾你，不如拍第一套戲啦。其實第一套戲就已經係同學友嘅《人間有情》，好多年前，咁係邱禮濤導演嘅。咁當時都好懵懂嘅，即係對我嗰陣時都係公司安排咯，有部戲叫你去做，咁我咪做咯。咁又冇乜太大嘅壓力，但係對演戲亦都冇乜嘅認知，淨係知道個對手係學友哥。咁好彩，即係學友當時其實都已經好知名，好高嘅知名度。咁我喺佢面前其實係一個新人，完全陌生嘅新人咯。
咁但係都係嗰句啦，我覺得好多時往往越大嘅人物，佢越識得點樣同側邊人相處。係啊，佢哋好 humble，令到你好舒服。首先佢知道點樣令到你唔好驚先，就係正正因為佢識得點令到我唔好驚先，我就可以喺鏡頭面前比較自如咁樣去演戲啦。咁當然嗰個角色本身亦都唔係難得好緊要啦，即係演個富家女，即係倔強富家女，啱晒我嗰陣時嗰個年紀啦，加上一副倔強嘅外貌，咁所以個演繹就唔係相對困難。但係我覺得就係好似開始咗我演戲生涯嘅第一步咯。有冇話邊一部戲或者邊位導演揾你嘅時候，你突然間覺得演戲係喺你心目中係一回事，係我有個種子種咗喺度。我諗100%感覺都有啲嘅，雖然佢都係用翻當時個年紀輕輕鬆鬆演一個愛情喜劇，但係100%感覺同埋100%啱 key 咧，都係俾我感覺到，咦，其實除咗唱歌我都可以演下戲，因為覺得有種處理角色上有種得心應手，即係我唔討厭先啦，起碼演戲，同埋覺得演戲其實係唱歌以外可以表演自己或者表達自己一個好適合自己嘅一個方式，一種表演藝術。咁所以嗰陣時都有呢個認知嘅。咁但係真正對演戲有更多嘅理解啊，或者更 into 呢件事，咁一定係演杜 Sir 嘅，由孤男寡女開始。孤男寡女就直頭有金馬影后嘅提名啦。同杜 Sir 嘅合作係點咧？因為我係呢個 channel 就係杜 Sir fans No.1 嘅，都想知多少少。你有冇請佢上嚟？未夠膽。哎呀，我幫你問啦。你有冇多謝先？鐵粉想請你上去啊？因為我覺得我好似未夠，即係佢好有啲某一啲作品我都仲未去睇，即係我覺得係我覺得個時機，我想再了解啲，不過又係咁嘅機會啊嘛。係啊，學你話齋，同埋你真係中意呢個人啊嘛。我覺得即係夠，你可能睇晒佢1000部戲，你唔夠中意佢都係。我諗住係睇埋佢中意啲咩嗰啲咯，即係啊！我想再唔知啊，訪問嘅時候我驚佢講起某啲嘢，我又接唔住。我幫你問下，杜 Sir 好人，因為佢係好，佢個心懷好闊嘅。我即係岔開少少講杜 Sir。因為我睇到佢好由一開始就已經好，佢係一個好中意後浪嘅人嚟嘅，好提攜後輩啦，亦都好唔吝嗇教人嘅一個人，因為佢好真正熱愛電影，亦都好關心呢一個行業，所以佢成日都想讓更多嘅新嘅上嚟啦，越多新人更好。佢係有呢一種個胸懷壯志咯。好，我哋講完咗。我自己同佢嘅契機就係佢邀請我演孤男寡女咯，邀請我演呢套片咯，我都冇諗過演完之後一落都係演佢嘅嘢咯。因為我可以再拆開少少講，就係我都做功課嘅時候咧，我成日喺我腦裏邊咧 ，Sammy 係演好多嘅電影作品嘅，但我碌嘅時候好似點解好似比我想象中少嘅咁樣。20幾30係啦，就唔係我想象中可能再多啲。跟住我就諗嗰個原因係咩啦？跟住再睇某幾年咧，都係一堆我好喜愛嘅你嘅作品嘅時候，我好似明啦，就係好似嗰兩三年、3、4年，就不停都係即係知道 Sammy 係亦都受觀眾喜愛啦，嗰堆嘅票房都唔錯，大家嘅 noise 都唔錯。跟住我先發現原來就係嗰幾年我好似俾你嗰扎嘅作品征服咗，即係你一路數落去好多套都好有印象，即係《夏的麼麼茶》啊，瘦身啊，瘦身男女，孤男寡女，鍾無艷，係啊，鍾無艷見到鬼，嗰陣見到鬼，仲有其中一套好中意嘅，就係《龍鳳鬥》。龍鳳鬥，我成日喺我 channel 講咧，我如果港產片要揀愛情嘅嘢咧。我唔知點解我係會諗龍鳳鬥。哇！嗰個愛情 click 到你咯，即係嗰個愛情點 click 到你個 G 點啊？係啦，可唔可以講少少嗰幾年係點咧？即係嗰個拍應該都幾密集地
好多嘅呢個作品角色，跟住市場又好中意。其實可以話嗰幾年其實係跟住杜琪峰走，因為佢叫我拍乜我就拍噶啦。其實基本上拍到上係冇劇本㗎，佢叫我做我就我做啊埋班啊。咁但係而家咧，你叫我接一套戲完全冇劇本，我又覺得唔得啦。唔知點解覺得唔再得啦。即係嗰啲日子，我諗係你要碰到一個讓你咁相信嘅一個導演，你相信擠喺佢手中，佢就會將你運用到最好。佢知你嘅特質，佢好識去用你，亦都相信佢會將佢用得最好。咁呢個又係好奇妙嘅一個緣分啦。咁多年都係冇劇本底下，創造咗一個幾唔錯嘅成績咯。咁呢個都係我覺得係跟住佢，佢亦都跟住我走。跟住我走嘅意思就話，我一路長大喺呢幾年間，或者過去嗰10年8載喺跟住佢嗰10年8載嘅期間，佢都係跟住我個人嘅成長而去寫個故仔，係個脈絡係越嚟越成熟嘅。即係由初初嘅孤男寡女，去到我左眼見到鬼，去到盲探，呢啲係越嚟越成熟，去到龍鳳鬥一個比較成年人嘅愛情，唔再係孤男寡女或者瘦身男女嗰個愛情。其實個愛情走向都係慢慢走向成熟嘅。咁所以我最精煉，即係最精髓青春嗰啲年華嗰啲電影嘅愛情世界，都可以話係貢獻咗喺杜琪峰嘅電影裏邊咯。佢你頭先講嗰個我都冇留意到，即係原來係喎佢。你喺杜 Sir 嘅作品裏邊嘅角色都係有成長㗎 stage 嘅不同。係啊，如果冇特別刻意去諗，就覺得哦一系列愛情嘅小品。咁但係其實裡面個角色係有進化嘅。咁因為隨住年紀嘅進化啦，咁寫嘅愛情觀都係越嚟越大個嘅。你去到其實龍鳳鬥已經係兩個絕對成年人、絕對成熟嘅一個夫妻嘅一個關係。我理解唔到點解嗰陣時我睇嘅時候會 click 得中添，而家諗翻。你係可能我偏向嘅愛情觀係有少少似華仔嗰種，我暗馬底同你做咗啲嘢，然後你 feel 到就得啦咁樣嗰種咯。所以 click 到你，所以 click 中咗，所以總會百貨養百客。有啲人就 click 到第二啲愛情，所以你自己會偏向係邊套會覺得係你嘅？我自己就中意，我最 click 到我杜 Sir 係上山嗰部高海拔之戀，因為我。嗰個愛情，我覺得咁矢志不渝同埋咁堅守，我係相信。雖然睇完嗰陣時嗰部戲出咗之後，我都聽到一啲迴響，就係其實係咪有咁嘅愛情咧？係咪有個女人會喺個山上面默默守候一個失蹤咗嘅老公咁耐咧？我係相信有呢種愛，同埋相信有呢種女人，同埋正就係因為佢呢種相信，讓佢有活着嘅動力，活下去嘅一種動力啊！我覺得就係呢種愛情，我覺得好浪漫喎。雖然有啲朋友未必覺得係咪真啊，但係我相信咯。咁我好中意嗰部戲嘅愛情就好 click 到我嘅。私心嘅龍鳳鬥拍攝期間有冇啲嘢可以 share？因為成個人比起以前杜 Sir，其實呢個都算係杜 Sir 去裏面其中一個比較成熟嘅角色嘅，同孤男寡女比。咁成個故事嘅走向啦，人物啊都已經係趨向成熟啊，以至到嗰段愛情都係比較成熟啲咯。咁個過程我睇到自己演戲嘅進化咯，即係唔再係可以用孤男寡女或者瘦身男女嗰種演法，所謂嘅本色演技 sell 你嘅 Q 啊，你嘅神經本身嘅 character 咯。咁龍鳳鬥就比較傾向係真係需要演啦，因為我真係唔似戲中嗰個人，咁就比較傾向係演一個。演技上面，我覺得都係一個進階，即係一個學習同埋一個進階咯。提到演技咧，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因為
我自己睇即係最迷金像獎嗰陣時咧，即係會啲影帝鬥到咩咁，跟住影後有好多你特別係最記得 Sammy 就係同一屆裏邊自己同自己打嗰啲咧。你即係當然啦，去到流水落花你拎到呢個影后啦。咁但係嗰段時間，你會唔會覺得其實你係做咗好多唔同嘅角色，全部都好成功，無論同關柏嘅長恨歌都好啦，即係好多都唔同類型都有，係你自己又好，難度好高嘅又有，年紀再大啲，即係成熟啲又有。嗰段時間會唔會有少少係對於獎項其實係有少少想攞嘅？我諗，呢個唔係我最 focus， 我係如何做好嗰件事，如何做好嘅演出。會唔會失望咧？當中都有試過嘅，譬如提名10次，咁總有一兩，可能特別有一次，我覺得可能有啲機會，唔肯定，但係好似個機會率比較高啲啦。咁但係都落敗咗。其實當時我都係少鬆一口氣，覺得好，我希望往後日子可以有一部，我覺得再係能夠代表到我嘅作品，再去競逐。我有少少咁嘅心態，雖然落敗嗰刻又好似有少少失望，但係與此同時，另外一個聲音都好。我希望有一部係令我自己覺得更加值得攞嘅一部戲出現咯。咁直至到流水落花咯。點解我會問呢個問題？其實我就係喺屋企會問嗰個，即係有陣時會見到，哎呀，要攞噶啦，或者呢個作品我好喜歡，我覺得希望你攞嘅時候。即係會有呢個想法，我諗都係好嘅，即係有觀眾戥你唔抵，其實都已經係一種愛同埋 support 咯。咁所以當我真係攞獎嘅時候，我覺得呢個獎係好似係屬於一路鍾意我電影嘅朋友，同埋真係睇住我電影裏面嘅角色成長嘅人。但係其實我我覺得最緊要係你要點樣喺演員嘅生涯裏面可以再進化、進階，能夠做得更加好咯。咁但係有陣時都係好被動，你都要遇到一啲好嘅角色有所發揮，你又能夠好好咁充分去掌握個機會。咁所以有陣時都係真係天時地利人和。同你傾咗咁耐啦，我 feel 到你係會，就算有一個難關喺你前面，你都會，就算前面個級好大都好啦，你都可能係諗多少少嘢，慢慢逐步跨過去嘅一個人。係啊。咁會唔會有所謂真係好低潮嘅時間咧？即係喺呢段。咁梗係有啦。所謂低潮就係我演完長恨歌之後，05至07，就係最人生最低潮。咁幾乎低潮到即係因為有 depression 係完全工作唔到，同埋整個人生都陷入一個好似個泥沼裏邊，張住咗喐唔到，動彈不得，同埋睇唔到希望，唔知點解個人好似個精神靈魂以至個肉體都好似 block 住咗。咁嗰個真係我人生最暗處，真係跌到了最暗處，係亦都冇諗過要唔知點樣爬翻起身啊！直情，但係知道要爬翻起身，知道要嘅，但係唔知點樣爬翻起身，直至到人生有一刻去到最暗處嘅時候，覺得我唔可以再咁，我要俾自己一個功課，俾自己一樣嘢去面對翻呢個世界。於是，我決定要舉行翻一個演唱會咯，讓呢個演唱會成為自己可以重新面對自己同埋面對世界嘅一個橋咯，搭一個橋俾自己面對翻自己同埋呢個世界。你壓力大嘅時候，你中意做咩？我中意休息嘅有兩個面向嘅，一係就乜都唔做，自己一個人好安靜；一係就見朋友，兩個極端。一係就即係突然好需要人，一係就好唔需要人咯。咁睇下即係嗰期開咩咯？嗰期又唔使見人，我就唔見人啦。好似我好需要、好想見下人，支取一啲力量，咁我就會猛見人咯。我見到你都會做下運動咁樣。運動係我一個好重要，因為做運動唔單止係對健康或者對美嘅追求，我覺得亦都係發泄負能量一個好好嘅途徑咯。因為通過運動、通過汗水、通過你好全神貫注做運動嘅時候，你根本唔得閒有時間去
佢有負能量。咁但係往往你做運動，好多負面嘅思想同埋負能量就會走咗啦，頃刻之間就走咗。有一期我係覺得你真係太瘦嘅，好瘦，嗰時係得90幾磅。有一期我係覺得，但好擔心啊，即係作為一個 fans 就會太瘦啦。我諗係好長嘅時間對自己或者對美有一種太極端、甚至錯誤嘅認知，即係對自己嘅要求就係、我要咁瘦都唔夠，我要咁咧，嗰個先係叫靚，咁先嗰個係我喎，咁已經唔係我。其實呢個我諗係個思想或者對美嗰個追求係有一種錯誤嘅認知咯。咁我所以好開心呢幾年，好似我冇諗過自己可以喺嗰個極端裡面走翻出嚟。我會形容你而家呢個狀態係神采飛揚嘅。真係嘅，真係嘅，即係我見你即係出席活動又好，即係你拍電影嘅感覺，俾我嘅感覺又好，係有呢種。我諗嗰個其實外在嘅變化，首先係嚟自你個內心。我個內心都唔再追求嗰樣嘢，都唔再好似緊箍咒箍住你。我要好瘦，我要好瘦，我要93磅咁。冇咗呢個緊箍咒，第一我輕省好多，我食嘢有個自由。我運動有個自由，我成個人生都好似喺條俾條鐵鏈鬆翻綁咁，所以可能就有呢個感覺。但係好多時都係你自己裏邊，自己可能自己同自己傾偈，永遠都係自己。我覺得永遠人生最大嘅對壘、最大嘅對話、最大嘅對手、最大嘅鼓勵者，其實都係自己，都係你裏面一個自己。咁可能，我覺得自己同自己 solve 到呢啲咧，對，其實演戲應該都係差唔多一個 concept。絕對係啊！我覺得呢啲往往對自己嘅人生嘅小對話，即係一個對自己自我嘅小對話，其實方方面面都好幫到你嘅人生啦。你處理一啲事情，甚至你如何解構一個角色啦，你都係通過好多不斷自我嘅對話，不斷建立、不斷推翻、不斷推翻當中又重新建立一啲點子。咁呢個內裏嘅對話同埋內裏嘅戰役係唔停嘅，其實。咁你真係休息到咩？即係如果你有休息嘅時候，你會唔會？咁我休息真係就唔諗嘢，就唔諗啦。我即刻閂機，我耳都可以閂埋。你就算當我要閂機，你喺側邊同我講，我都已經好似落去咗第二度咁。去咗第二度。好，去到今次呢條片嘅重點啦，咁就夜王就一套賀歲片，亦都係 Jack 度揾你，即係同子華哥拍啦。第一次收到有呢個邀約嘅時候，個情形係點咧？第一次我只不過收到一個 message，就係話佢哋想揾我演小姐呢個角色，淨係我想揾你演我想揾你演小姐7個字嘅就好啊，好有興趣，因為小姐喎，呢個係我畢生嘅始至，好想演一次小姐。點解？因為細個睇過《星星月亮太陽》呢部戲，入咗心啊，好想做當中是但一個角色啦，好想做小姐。咁點知等到50幾歲一路都冇機會，而家小姐冇得做，要化身 CEO， 小姐都嫌我老，我而家要做 CEO。但係我想揾你做小姐就已經哇，我好想做，因為呢個角色我第一未做過，第二就話呢個角色個設定我覺得相當之有趣，喺個夜總會裏面。咁本身就係帶俾人有無窮嘅幻想啦，我自己都覺得好有新鮮感。再加上當然呢個班底啦，子華呢個導演嘅戰績啦，咁覺得就算我唔識導演，就算唔係真人識，就算我同子華以前都完全比泛泛之交更泛泛之交，我都莫名有個信心，因為佢哋做過好多場好漂亮嘅戰役，我哋睇到，咁我好相信呢個團隊，咁都好願意接受呢個角色咯。但係今次呢個角色咧 ，V 姐，因為我就睇咗電影啦，都幾tough 嘅。亦都 tough 得嚟，又有少少脆弱，即係我覺得都幾飽滿嘅一個角色嚟。你會點樣去睇 V 姐呢個角色咧？我完全同意，因為 V 姐呢個角色，雖然我哋嘅宣傳不停講係霸氣 V 姐，霸氣 V 姐，咁霸氣 V 姐只不過係 V 姐其中一個面向。咁其實當佢面對唔同嘅小姐，同嗰啲小姐單對單嘅相處，其實佢又冇咁 V 姐嘅，甚至同丈夫呢個相處
亦都係有一場戲冇咁 V 姐，即係天台崩潰嗰場戲。其實 V 姐只不過係一個好似一個 cosplay 咁，翻到呢個戰場，去到夜總會，我就係要立起架撐，我就係 V 姐。咁但係 V 姐其實裡面都有好多面向，而呢個故事我覺得佢都寫到嘅，有某啲場口寫到，尤其是佢同歡哥嘅關係，既愛又相殺。咁既愛，但係我表達永遠都係最粗豪，永遠都係我要將你踩喺腳底嗰種相處，但係你心底裏面愛唔愛呢個人，佢係愛，亦都好清楚知道歡哥呢個人喺心底裏面其實係重要嗰個位份，只不過佢哋個相處慣咗係呢一種嘅模式，佢亦都好清楚知道喺佢人生谷底，永遠只能夠有一個人可以拯救到佢，可以幫到佢，可以成為佢唯一一個膊頭就係歡哥。所以呢種相愛又相殺嘅呢種關係，我覺得係 V 姐同歡哥呢段關係裏面好美妙又好睇嘅地方。咁喺拍攝嘅時間，你同子華嘅合作又係點嘅咧？即係佢之前嘅角色，雖然近呢一兩套好似佢都冇乜點搞笑啦，即係都留翻俾其他人啦。咁你又之前都拍開喜劇噶嘛？但係其實呢條線又似愛情線多過似喜劇多嘅。係啊，你會點形容今次合作咧？一個發現啦，對我諗角色啦，因為我今次呢個角色未試過啦。咁首先係演出上面嘅發現，第二個發現就係對手嘅發現，發現子華呢個人。我覺得大家個節奏都好啱，我覺得好舒服，演起上好自在。咁我諗呢個自在嚟自我哋大家都好相信呢個角色個設定，亦都好相信自己係嗰個戲中人物。咁變咗困埋嘅時候，完全都唔存在一個難以適應個節奏啊、尷尬啊，都完全冇咯。咁第三個發現就係我覺得喺在公以外啦，在私同呢個人嘅相處，我又覺得好大好舒服以外，我覺得好傾到偈，即係好舒服咁去傾偈，同埋傾到偈呢樣嘢相當重要。呢個係好大嘅發現咯。其實呢樣嘢好似係外國嘅即係電影亦都係咁嘅，即係某啲演員比較投契咧，佢哋做出嚟個效果係會喺戲裏邊會有嗰種安定又好，係。我希望觀眾會感受到，我同佢就覺得好投契，即係演戲上或者我哋傾偈啊，我都覺得直情呢個人覺得可持續成為朋友喎，同埋好中意接近下佢啊，同佢傾下偈啊，又黐埋去吹兩句水啊，咁佢係有呢種特質咯，去吸引身邊嘅人去認識佢咯。去到同譬如其他嘅角色，譬如 Coco、Mimi 佢哋，你又點睇咧？即係都幾多女嘅演員噶嘛呢一套戲。我諗相當之好就係每個演，因為我哋演員真係好多，同埋好多女仔。但係你好 feel 到嘅，一入到片場，一進入到角色，一演戲咧，每個人都好清楚自己喺個角色裏面個作用、個性啦，佢要點樣 present 佢自己嘅角色啦，同埋呢個角色喺呢套戲裏面嗰個作用係乜嘢，每個人都好清楚。咁所以當你每個人清晰嘅時候，同埋掟出嚟嘅嘢係好清晰嘅時候，就冇錯亂。每個人都好各自建立到自己喺呢套戲裏面一個好強烈嘅各自嘅特質，好清楚呢個人個人物係咁，呢個人好清楚咯。咁同埋我覺得要多謝導演咯，因為佢係最清楚嘅一個人，佢就好似一個揸住一艘船嗰個船長咯，佢係掌舵晒所有嘢，同埋佢個 instruction 係清楚到不得了。所以當佢好清晰嘅時候，佢就知點去調整啦。有陣時當我哋可能理解一句對白同佢嘅認知有落差嘅時候，可能讀句對白嗰個語氣同佢心目中都有差異噶嘛，咁佢會即刻作出調整。咁呢啲調整相當之重要咯。咁我亦都好樂於接受呢啲調整，都好需要。即係我唔會因為覺得自己做咗戲咁多年而你唔使調整嘅。我係好中意人哋調整我嘅一個人，因為通過呢啲調整，我先睇到自己嘅不足咯，同埋
哇！你願意有人調整你喎，去捽你喎，即係我覺得係好可貴啊！我有陣時甚至好驚去到呢種年紀或者所謂呢種經驗，會令到身邊同你工作嘅人唔敢再去調整你，或者唔敢去捽你啊！咁往往有陣時一啲進步或者一啲更好嘅嘢就要通過呢啲調整，人哋話俾你聽，其實你可以再好啲。咁去到呢個年紀，再遇到一個導演可以再捽下你嘅，我覺得好幸福咯。好，嚟到最後問一個都幾私心嘅問題，雖然頭先都好多好私心嘅問題。我知道你係一個都幾常入戲院睇戲嘅影迷啦，無論港產片定即係我見親，即係因為我有 follow 你，就係你 feel 到好多戲飛啊，你會講你中意邊套戲點，你點樣睇而家嘅港產片啦？因為我見你都睇得幾多，同埋另外一個問題就係你去睇呢啲電影嘅時候，你會唔會都好似頭先咁，你會覺得你會 adjust 或者欣賞下人哋嘅節奏，欣賞人哋嘅細節，再自己又豐富下自己咁樣。我覺得睇多啲戲或者睇多啲人嘅演出，絕對係自己演戲裡面一個少少嘅養分咯。咁但係就未必一定用到喺自己身上，因為每個演員都有自己嘅特質。我覺得一個導演用得你，咁梗希望有你自己特質喺裡面。咁我自己作為一個演員，都希望自己可以成為自己嘅指標噶嘛。咁所以其他人嘅演出就未必好大，對我演出有好大嘅影響性。但係我覺得作為觀摩絕對係好嘅。而至於港產片，我成日覺得係咁一件事，睇你用咩角度，你睇到佢嘅可能性或者睇到佢局限，其實與此同時佢都仲有一啲無限性喺裡面。你要喺個局限裡面睇一啲可以做得到嘅不被局限嘅嘢咯。無論資金啊，或者你要講嘅題材啊，我覺得要嘗試去揾好嘅一面咯。永遠都係即係一支針，永遠都有兩頭嘅。你睇到個局限，其實我哋喺另外一個 side，佢亦都有另外一啲嘅無限性啫，即係譬如我哋呢一套《夜王》，我諗我自己都冇諗過港產片會出一個《夜王》呢個題材，就演翻12年，即係嗰個當時嗰個時代背景，亦都冇諗過《夜王》呢一個戲會成為賀歲片。咁所以呢啲看似不可能嘅，其實係靠人去營造出嚟個可能噶嘛。咁所以就打破種種嘅不可能，成為你當下嘅可能咯。但係有陣時睇佢哋 making of 咧，即係大家一齊想做好件事嗰個感覺係，我覺得係要嗰個感覺先會大家一齊慢慢越嚟越好啊！呢一個強烈㗎，我先做好自己先，做好自己。跟住當一班人都願意做好自己嘅時候，嗰件事生出嚟，就我覺得差極都有個譜，因為你嗰個認真熱誠同埋嗰個熱愛一頭轉進去，所以我好贊成啲人做嘢一頭轉進去，就帶住個熱愛一頭轉進去，一頭去付出咯。咁當你一班人都係呢團火嘅時候，咁其實就交俾上天咯。最終觀眾鍾唔鍾意呢個已經係後話，但係喺呢個過程，當咁多團火集埋一齊嘅時候，嗰團火就哇，自己燒下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咁我相信觀眾係會即係夜王本身學你話齋收到嗰7個字已經有啲你嘅吸引力喺度啦。呢個作品，咁我覺得對於觀眾嚟講，其實好多都留意住呢一部電影嘅即係唔同嘅消息嘅，即係等緊佢上啊！好多觀眾都問幾時上啊？點啊？我覺得佢比較有一個特別可塑性，就係其實喺我哋呢啲年紀或者經歷過嗰個年代嘅人，可能又會想有少少懷緬翻以前嗰種嘅歲月啊！12年嗰個光景，或者嗰個夜總會嘅嗰個歲月嗰種生涯。咁但係新嘅而家00後嘅小朋友，或者佢又會想睇下以前即係嗰個年代嘅香港夜總會嘅一種生態，究竟係一種乜嘢嘅環境？即係對於佢哋嚟講有一種獵奇嘅心態。咦，我
拉開條簾裝下，究竟 what happened？ 即係有呢種獵奇嘅心態咯。咁所以我覺得佢原則上，我覺得呢個題材係可能既係吸引到某一種年齡層嘅朋友，我哋呢啲經歷過㗎啦。咁或者冇經歷過嘅，當係一個完全新嘅一種獵奇嘅心態去睇，其實都係好嘅。我希望呢套戲會有呢一個效果咯。如果呢幾年你揀一套你最中意嘅電影，即係中外都得嘅，你會揀邊一套？哇，中外啊，霎時之間一時又唔一定最嘅，即係你可能係一個你突然間飄過喺個腦裏邊，你近排睇過又得。好好奇 Silent 我都幾中意 Silent 即係嗰部西片，即係少少都係講信仰啊，但係成部片係好沉重、好 heavy 成部片。但係我中意嗰部片嘅原因，我覺得佢冇特別一定要好歌頌，將你一個宗教信仰去美化，反而將一啲信望者、一啲信徒當裡面嘅掙扎、內在嘅一種掙扎，或者就算你有信仰都好，其實你都會面對人生好多嘅困難，同埋對信仰呢樣嘢本身都係可以有掙扎㗎嘛。咁佢拍到出嚟，我好鍾意嗰種誠實啊，嗰種 honest。雖然成套戲沉重到不得了，睇到最嬲尾直情覺得哇，我散晒成個人個精神意志散咗，但係不過好兩極嘅。我身邊有啲朋友就未必話好中意，即係譬如有啲我自己身邊有啲信道嘅朋友，佢未必有好中意呢部片，但係我自己就好中意，因為我覺得好 honest 啊！呢個電影講到一啲嘢，好 honest 咁講咗啲嘢，而我好中意。我覺得人誠實對自己、誠實對待事情係好重要咯。咁呢部電影俾到我呢個感覺。嗰部片叫 Silent， 中文譯名我唔記得叫。我再揾翻。叫 Silent。我覺得同 Sammy 傾電影係好愉快嘅，因為真係㗎，我見你 po 嗰啲文字，即係你睇完戲嗰啲感受啊，成咧，我係覺得你都會有好多嘢想分享。但係我中意睇啲影評或者啲人睇完佢哋啲睇後感，因為有陣時第二啲人嘅文筆就係講到我想講嘅，有陣時我諗到，但係我唔識寫，我文筆冇咁好，咁我就中意睇下啲影評，睇下啲觀眾睇完之後寫啲乜，因為有陣時佢哋寫嘅就係其實我都係咁諗，我想揾嗰個其實我都係咁諗嗰個。其實我個台好多觀眾都係咁嘅，應該係嘛？即係有嗰種共鳴共振。係啊，佢哋都係想揾嗰種你講咗我想講嘅嘢，所以你就好啦。咁樣咯，你就做得好難咁樣，係好希望之後仲有機會同你傾下電影啊！好啊，我幫你問下杜 Sir 嚇。好，今次嘅演員演講室就嚟到呢度啦，好感謝 Sammy 上到嚟我台接受我訪問，多謝，拜拜，拜拜。世界艱難，有技巧就唔難。為咗令你哋永遠都記得，我今日自己示範一次。正式開始，一坐低，一隻手翹住個下，嘟住個嘴喺佢耳邊講。先生，佢哋係俾錢買專業啊！從今日起，全部做選美，俾客自己揀。乜嘢都會傾，所以你哋乜嘢都要識。搭車送你一程，搭啱爹可能送你一層太古城。直鋪都打和咁堅，贏輸都係鋪起兩鋪紙，咁你都會記得我啊！將自己嗰啲 market value 全部 show 晒出嚟。Tina 男人皆可殺，我叫菜菜子，我下海啊！呢一位係嚟應徵做媽咪嘅，我係嚟做小姐嘅噃。如果他朝有一日咧，你真係開鴨店嘅話咧，我赴湯蹈快啊，做你頭牌。我哋先係專業。歡迎光臨。我叫做 Francesca， 今年係19歲半。你老實啲喎。咁我四捨五入，我19歲。乜嘢四捨五入啊？有佢。